今次介紹我哋最中意嘅2個聖誕市集俾大家。西九聖誕市集，20米高聖誕樹，不過圍住咗要排隊入去影相。有超多聖誕攤檔，寵物友善。唔該。附近有超大型充氣彈床，大人細路都玩得。開到1月頭，大家爭取時間。中環街市聖誕市集，主題係復古，中意 vintage 嘢嘅朋友唔好錯過啦！呢個呢，其實就唔係一張普通嘅聖誕心意卡嚟嘅，入邊就會有個塔羅牌嘅中英翻譯嘅message，可以另外 IG 揾阿松去做占卜咁樣咯。有3層咁多嘅，遇到超多外國人。聖誕快樂，係咁先。